林元顺、蔡天顺，这边公园的，公园的公园总部，陈杰，大家早安。目前人早安。非常欢喜，咱今日咱爱上好像这个青少教育班、上教育班，当然，因为咱嘛知影讲，这个班数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必要，非常的需要。是安怎讲呢？因为咱无感受，拄则有甲咱同学做当然今日还未开始以前我先来介绍一下咱还未开始，我先介绍，咱今日有这边这个咱语音美术咱今日甚至咱要邀请到咱天意道场天真道场叫做天真总坛天津中华的一个类讲师咱来拍一个花好。天真较早咱住在迄个张道场张文敏道场，我有一个张文敏道长，张道长，这是上这个单位。张道长是咱本道的奉献，是一个，咱的奉献是一个道长是一个真权威所以呢，因为这个依然叫做天真总堂、天津中华咱这个咱的上师伊就本身伫这个宜兰区域今日有邀请到咱这个弥勒舞蹈团弥勒舞蹈团咱的陈坛主咱陈坛主开个节课我拍一个歌吴真主尤其我们在义山华东义山林坛主林坛主跟黄大姐好。包括咱迄个陈夫人包括迄个吴夫人包括咱方妹妹姓方有吴妹妹开始这啦伊先来要甲讲起咱嘛非常的感恩，嘛非常的感动其实修办高上这种精神咱其实咱对人袂对，对唔对？先来讲起，因为伊组立一个叫做弥勒舞蹈团，因已经到第4代，第4代对咱的迄个咱陈坛主甲吴坛主因这是亲家亲家用亲家所以呢，因为顶管就是爸爸咱吴老先生嘛是早年咱一贯做业来的时阵，伊就咧修复教，伊嘛是用教，但是教咧一贯过来，一贯过了因爸爸现在来亲口授，了解天道的书写甲天道的宝贵，因第2代。因来囝第3代，咱若有来遮看到迄个小气功无？你有看到小气功无？迄个小气功就第4代敢是安尼迄小气功是第4代，所以呢，规个家庭内底当中整个家庭，要甲讲起，拢是着着因此长辈做袂来做袂来，因长就去到台东红经理，台东是红经理迄红经理道场本来无啥大钱但是经过因这锲而不舍，安尼一个月一个，因拢规矩啦，就走去到
台东宜兰这我台东较早黄金个，迄个宜兰去到花莲2点外钟啊，离迄个花莲到台东上少嘛，才2点外钟吼，应该是人啦，3点钟啦吼。尼离宜兰走去到12点钟，16点外钟啦。但是因你附近你开摆遐几点出嘛？你甲算算啊，几点出？拢差不多半暝2点外就出门啦。出门规台车载的吼，就你走去到宜兰，对宜兰走到花莲走到台东，尼用宣传，载规台车的人去甲伊跳迄个舞蹈，跳着足好的迄个弥勒舞蹈。唱出着了咱浙江老师，咱祖师爷的迄个心声，对大法有情的掌声。伫即个伫即个舞蹈，伊毋是像去花店，你跳跳街舞啦、交际舞啦、二人艺术舞啦所以伫迄个当中，基本上因咧做讲叫净化舞蹈。净化舞蹈就讲透过一个舞蹈，带动互道亲兄弟姊妹。大家对修办个真理的认识，甲真理的认知会真正会去发生。因为讲，真人听道理啊，就我拄则难讲的。因为咱早年，咱台湾这个土地啊，若要甲讲起来，民主，对道理早头当然过去的一般就是政府力量嘛，你嘛知影啦吼。伫开放了后。大力推广，即摆已经差不多是将近了30-40年。过去政府也未开放的时阵，咱里点咧爆发以前上升，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好费。当时呢，迄阵若要大人，就要怎使无？先报名来，先甲调查，因即个人有警察的系统，还是有对会去报名，拢还是了解这系统了解，到底安排去点做，安尼着，甚至过去3个就无人好去读，过去拢是安尼离迄阵了未开放，即马开放过来了后，无2、3个就无啦，1到嘛是照着要请就对啦我著去到迄时阵菲律宾。菲律宾那规种老吵吵，内底4、5个1到7点的，离菲律宾的语言咱来沟通，咱嘛无去到迄个物件。点讲话内底4、5个1到5内底，里面你嘛常常点，因为出咧看老祖师傅，因安因安好奇，安好看。如果你道路过来了后，开放过来了后，咱一直行。本来是一个真舒适的物件，真宝贵的物件，才变成2极化。这2极化，你有认同的、有了解，你一直行前落；你无认同的、无了解，你一直行是安怎讲？看嘛遐，听嘛遐，嘛差不多遐尔。敢是安尼？拢是安尼尔。伊毋知讲，毋是伊咧想的遐尔啦，毋是伊咧想遐尔。伊咧想迄连去磕着皮嘛，也袂着啦；连去磕着皮嘛，也袂。毋过呢，伊家己个设计家己从某种性的底件，伊甲设计讲就安尼尔。毋知讲伊咧天道思想，确实会当互咱在家即个利用着咱的有形之作，咱的行业顺顺，甚至未来。咱会当行出改造的路线，这是绝对。一般这个宗教，伊是这种的教法，伊讲要互你当得到，要当互你真正解脱的，一般这是无可能的物件。唯有应运天道思想，你当真正有走向解脱，这是一个属实的物件。但是世间的人，伊看是看你表象，他没有看在真相，伊无看你真相。所以这互人感觉是真正可怜的物件，嘛真正可惜的物件。我有感觉，今日咱咧谈论，咱道亲，若拄着问题，比如人若倒去，咱就讲我看很多问题，
拢以两个显化，咱咧当作都是真诶对对不对？拢像做安。啊，迄人死两个吼，啊是道真诶哦。啊，这个人看病吼，啊，拄出鼻头，啊，丢了后，这个就真诶哦。是毋是拢安尼？拢有这设计真诶计。但是上天不安尼啊，伊若要甲你显化，你就毋相信啊。伊毋相信啊，我甲你保庇你，就毋相信啊。为了要度化众生，毕竟伊施这法互你啊。但是你长期要接，你长期接这物件，你长期接这物件，我毋通讲话，这是对毋对？用一时间吼，用伊有声听吼，是因形下到即物件出来，一切以违法。如梦含泡影，如露如电，应作无时关。这是过去佛道里经文但所讲来指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出来，即化相的道理，就今日变成真正的。咱今日这班叫做哪？青上教育班吼。嘛，作者因为道亲，为咱爱上要参考的，那过去，那要甲讲的。上了300个，是安尼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咱违规控制，一心倒去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因人啊，听到尾啊，袂爱要出来，收到尾不能丢掉。伊本来是佛的知见哦，到尾转入众生的知见哦，转入众生的知见，你听无？就以众生的思想来甲你看到咯，毋是用佛的思想来甲你看到咯。各位，一个人若修道修到中，本来就是一定要入佛的知见，正知正见的物件，因为伊转入到众生的知见了，这个人保持会调的，保持会调的，袂调。啥袂调？伊毋是甲你看保护的物件，伊本来是选择，本来是选择。但是即马把选择当作石头一样，无保护啊嘛，石头外较大堆，较有保护，无保护，所以愈来愈少，愈来愈少，这叫做哪？排选，选精拔萃。我过去这8只难讲啊，所以我是讲，咱今日去大学福报，下当离这个末法的时阵，不面好发挥，离这个末法的时阵。咱会当选考验，会当开选着，咱今仔要有交钱这个所在。这个要甲讲起吼，这是非常难听的。这嘛毋是讲你要买就买的。哦，当地是民富，一分2分3分2分2分这个物件呢，是你过去所种的出现进来的，恁今日这个物件恁来有会了，恁若安全好势，无恁今日基本上每钱多少嘛有可能。我想讲出来，是安怎咱呢？因为有经常我企业讲，你今仔日你办得好的，甲阮做生意太差价多。阮做生意若做袂趁钱，我就无要做。你今日办到办到了钱，办到无到钱，你继续要办的，有无？一个企业我安尼甲你讲，但是我甲讲。我要办传销，我毋是办教堂；我要办菩萨，我毋是办众生。安尼听有意思无？我要办传销，我毋是办教堂；我要办我要办菩萨，我毋是办众生，我毋是做这众生的工作。其实，一个两个，比如讲啦，我怎讲是大拢了会上好啦，但是确实。这内底当中有一个两个会当成就菩萨，你着胜于3000大千世的成果，会是菩萨。这是不离金刚经嘛，伊出来讲的物件，安尼甲讲起来免道理。天道殊胜，一定解脱保护。你无简单我讲，你无简单我讲，但是这段就是咧考选。排选，今日非常难得，会当请到了咱天津总管，一个这个赖讲师，因为伊这是专门咧做迄个苹果啊，苹果 iPad 啊，
迄个表面，伊是一个大老板，伊是当你慢慢去思考，伊是一个大老板。伊过去是要去中国大陆，要开这个大公司，但是去互办单子吼，甲无单子吼，因讲吼，你要做大，你毋是要做大董事长，你要做法，你毋是要做大董事长。真正伊是这部分全部 iPad， 这个 iPad， 苹果 iPad 的表面，伊 iPad 迄个很多公司拢来用的物件，所以伊甘愿放弃这种事业去投大陆吧，伊甘愿来收得办到，这人手透明，无简单啊，你讲别人足简单啊，你叫你做，你做得出来袂？我大趁钱，我这道不条偌济嘞，敢是安尼？这叫做智慧。所以伊选择离高中要同我以前相像。伊等一个课当中要讲这个天论书店，伊自述着，因为伊有真正有情义，他讲得非常感动，因为伊真正有情，一个人有情义，咧讲那真正感动。若无情义，你讲，人讲隔靴搔痒，隔靴搔痒你听有意思无？穿一个人家讲，外口你了袂着招啦。所以呢，伊就是叫情义。所以呢，伊呢去非常难得，本来是咱学校的就是收到人的认知，但是呢，因为我做业临时我也无想到，我咱陈老师提出这较好的意见，我来谈出来讲说伊讲了细节，非常肯定，非常认同你人请来讲是普通话，那个对的，我都无想到，所以临时就决定，所以我请伊来甲你讲一点钟，这点钟我拄则讲伊讲感谢，我爱甲你感谢对，因为咱教书来讲到我有重点，对不对？你咧我是也无重点，就家己安尼坐车，就加辛苦来我无重点就无你啦所以有人老母就讲过你。所以这个嘛真难得，但是今日的所有代志，我们凭良心讲，所以今日咱爱上，咱爱上，这干部真正会注意，因为有好的这事情讲出来，咱竟然无足在意这个问题，这就代表咱对心足可惜有这经验，所以我们这个所在。最后，祝福各位大家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这次感谢咱来主来讲书，也给特别感恩主义。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无间慈悲，前道主公，温道鞠躬，感谢无间慈悲。